伫咧新竹市南雅公园，一个国中查某学生要对学校路的，经过公园的时，遭互3只流浪狗咬，其中一只乌狗夹到伊的脚裆。学校赶紧通报新竹市防疫所，委托民间动保团体，将这只咬人的乌狗抓起来，送去收容所来照顾。嘛，希望这款的代志唔通再发生。 查某囡仔互乌狗夹着伤，这个空喙真明显，互家长看了足唔甘的。高中生的迄妹妹行过去，互狗夹到规骹拢是啊。哦，迄我都唔知，我手大概保拢来才行。狗是拢我袂少食咧，少四五只。 没有遇到过它有攻击人或什么之类。代志就发生伫咧3号新竹市南雅公园，一个国中的查某学生伫咧上课的路面经过公园的时阵，互3只流浪狗来猎，其中一只乌狗对伊冲过来，将伊的脚来夹着伤。学校卫生组长知影了后，随着来通报新竹市防疫所，不过防疫所抓袂到这只乌狗，所以委托民间的动保团体将这只会咬人的乌狗抓起来，协助送去收容所照顾。黄色的、跟黑色的、跟棕色的3只追它，然后黑色的咬它。其实那些狗很久以前就在那边，公园还没改建前也就在那边。动保团体表示，其实南雅公园已经是这流浪狗的厝，不过已经发生这种咬人的代志，为着保护囡仔甲学生上下课的安全，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。职工将4面拢包围，顺利来将这个狗仔抓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